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，然后还上网求助过，结果就有一个相熟的中医师说你过来帮你把脉。我们没有住饭店，就是有租房子住，我觉得那个会比较有那种家的感觉，不然就觉得啊一回去又冷冰冰的，然后就是家人又不在台北，就会觉得很孤单，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先说我想要租一个房子，然后刚好上半年女儿也还没上课嘛，所以她可以来台中，他们反正比较像度假。哇，他们来台中开心的，每天一起床，爸爸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然后爸爸就开始那个 Google 有什么地方可以带他去，然后他们父女俩就去逍遥，然后我去拍戏啊，然后晚上回来我还要陪爸爸吃饭。对啊，就是他们在台中，我在台中的时候，他们真的超像度假的，就反正。爸爸都会带他去做一些平常他不能做的事情，吃冰淇淋啊，不然就一直吃一些甜点啊那些的。然后刚好那时候因为也是疫情嘛，所以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那种 playground 那些都没什么人，然后他们常常去就包场，而且都是平日，所以就蛮好的。我发现许愿姐的台词不是很好背，因为它里面，因为他们又是创业，然后有很多的，就是这个女生她的思虑必须要非常的清楚，讲话非常的简单明了直接，然后就不啰嗦的，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先把那个台词背得滚瓜烂熟，然后就是像完全从你的嘴巴里面讲出来。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，然后还上网求助过，结果就有一个相熟的中医师说你过来帮你把脉，然后他就说最近心脏不太好，所以记忆力衰退，所以他还从台北寄中药给我，吃了半个月之后就突然就开了，真的，有介绍，介绍给你，增加记忆力的，对，真的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因为我很少背台词背到我自己生气，就是我，他说我的心脏可能最近有一点无力呀什么的，对啊，影响到记忆力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需要调理，可能什么东西心脏衰弱？就越背越衰弱，因为真的有一点难背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